係諗唔明白，而家買房咁多優惠政策，居然仲有人去租樓。咁呢一套精裝嘅4房單位，而家零首期啊，月供都係3000零蚊，帶大家過嚟睇睇。而且開發商咧仲送你全屋家私家電，做到真正嘅拎包入住，仲送你產權車位喎，嗬！咁靚嘅一個面戶型格局4房嘅，而家110平方做到4房嘅單位，大家參觀一下嚇。而且而家賣緊嘅咧係我哋小區樓王嘅位置。係我哋小區正中間嘅位置，可以見到咧，我哋樓監區咧通風採光各方面都係比較優勢嘅比較優勝嘅而且我哋呢個小區咧配套已經係相當成熟噶啦3分鐘可以去到我哋社區醫院啦，同埋咧5分鐘可以去到我哋3大嘅商場，保利國際廣場以及我哋萬民匯商場，同埋咧1+1以及我哋上城 B Park 呢邊嘅可以睇到我哋呢邊餐台，哇，坐10個人都完全冇問題咁呢邊咧就係我哋廚房啦，見到嘅咧都係我哋一個交樓標準嚟嘅而且呢個小區咧都比較多香港嘅朋友住，點解咧？因為佢返香港咧係真係好方便樓下門口咧就有車，中港車可以往返我哋香港各個片區嘅。再嚟參觀一下我哋休息區啦每個房間咧都係比較大嘅而且咧，我哋旁邊咧就有我哋一個輕軌站啦，去周邊嘅各個城市咧都係比較方便嘅10分鐘咧可以去到我哋嘅一個山姆會員店超市咁而且開發商咧而家買房咧仲送你5000蚊嘅購物券而且仲送你每日來返香港嘅中港車嘅車票5000蚊咁多嘅優惠福利，各位朋友仔對呢套單位有興趣嘅話咧，聯繫 Lily 過嚟實地睇睇啦。相當於零首期啦月供都係3000蚊㗎咋有興趣嘅朋友聯繫 Lily 啦。